家好，歡迎收睇全民學中醫。今集嘅主題係心病也能身藥醫。有陽剛嘅體質就有陽剛嘅心境。我哋醫治過好多抑鬱症患者，經驗話俾我哋聽咧，調治患者嘅體質啊，係勝過千言萬語替患者開解嘅。開解患者，就算係專業嘅開解，如果冇同時調治患者嘅體質咧，效果恐怕都係難以持久嘅。因為抑鬱症係同體質偏差咧有密切嘅關係嘅。抑鬱症嘅病徵主要係心情低落啦，思想消極悲觀啦，成日生氣易哭泣，同時係活力消沉。呢一啲睇上嚟係心境上嘅症狀咧，絕對係同體質有關嘅。我哋認為有陽光燦爛嘅體質，就會有陽光燦爛嘅心境；有陰霾密布嘅體質咧，就會有陰霾密布嘅心境。10個抑鬱症患者，10個嘅體質都係陰霾密布嘅。我哋醫治抑鬱症就係將陰霾密布嘅體質轉變為陽光燦爛嘅體質。陽光燦爛嘅體質咧，必須符合兩個條件嘅。第一，體內嘅陽氣充沛；第二，體內嘅陽氣暢通運行。中醫話：陽氣者，若天與日，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。陽氣之於人體啊，就好似太陽之於天地咁。天地如果欠缺咗陽光嘅照耀，就會生氣凋零啦。人體若然欠缺陽氣嘅溫煦咧，就會思想消極、活力低沉，同埋咧事事都提唔起勁。有一啲中藥係專門強化陽氣嘅，令到陽氣充沛起嚟；有一啲中藥咧係專門伸展陽氣嘅，就幫助陽氣運行暢通嘅。用邊一種，還是係雙管齊下，就要睇下患者嘅病情而定啦。陽氣充沛咗，陽氣運行暢通咗，咁心境亦都必然咧陽剛起嚟嘅，唔會再心情低落、思想消極悲觀，唔會再經常生氣、經常哭泣，亦都唔會成日精神萎靡啦。有一次我喺銀行辦理事務，客戶經理阿二玲咧就同我寒暄，就問我近嚟睇咩病多啊？我就回答佢：我係全科嘅醫師，咩病都睇嘅。而近嚟咧就比較多睇一啲抑鬱症一類嘅情緒病。佢就覺得好訝異，佢話從來冇想過中醫能夠醫治情緒病，仲好奇咁問：抑鬱症唔係應該食抗抑鬱藥咩？我就笑笑口咁話：多數抗抑鬱藥物都係靠調控腦部血清素嘅分泌嚟抗抑鬱嘅，但係長期依賴呢啲藥物咧，就會帶嚟副作用嘅。而我哋嘅方針咧，就係調治患者嘅體質，促使患者嘅身體咧自行分泌翻充足嘅腦部血清素出嚟。調治患者嘅體質咧，意思就係幫助患者恢復翻陽光燦爛嘅體質，幫助患者恢復陽氣充沛，恢復陽氣運行暢順。咁呢一點我就冇同二玲詳細解釋啦，畢竟當時都唔係一個適當嘅場合。我就俾咗二玲一條視頻嘅連結，係關於一位抑鬱症患者食咗中藥之後嘅分享，就請佢得閒嗰陣時可以睇下。嗱，呢條視頻連結咧，我哋都擺咗喺下邊嘅資訊欄，大家有興趣嘅話，亦都可以點擊嚟睇下嘅。另外，而家大家喺熒光幕睇到嘅係一張感謝卡，係從前一位抑鬱症患者食咗中藥之後好返，寄俾我哋，大家不妨可以睇下。支持全民學中醫，讓中醫智慧家傳戶曉。請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開去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以後就會收到最新片段㗎啦。